各位歡迎收睇呢節新聞，我係鄭希年。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生效，華加莎通宵吹襲香港，造成廣泛破壞。華加莎已經減弱為強颱風，並且逐漸遠離。天文台將會喺夜晚嘅8點2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華加莎下晝大約5點喺陽江市登陸，現時集結喺香港西南偏西大約250公里。華加莎以超強颱風級別吹襲香港，10號颶風信號生效近11個鐘頭，並且帶嚟風暴潮。當局收到16宗水浸報告，多條河道同埋低洼地區水浸。南區嘅酒店同埋將軍澳嘅海旁餐廳亦都受到湧浪破壞。另外有近900宗冧樹同多宗冧棚架，至少90人受傷。我哋先睇下華加莎帶嚟風暴潮破壞力有幾大。風暴潮半夜襲來，衝破酒店門口嘅玻璃，有人一度企唔穩，但係再嚟一波湧浪，最終跣低。位於南區嘅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大堂，水深一度去到小腿。天光之後，更加清楚見到湧浪造成嘅衝擊，部分外牆飾面彎曲，地下滿布瓦礫、玻璃碎，部分玻璃碎仍然殘留喺玻璃幕牆，滿地泥濘。有酒店職員仲喺度清理緊。成晚喺間酒店房度冇出過嚟嘅，係啦，咁就係咯，瞓得好舒服。我間房唔爆咪得咯，我好安全咯。佢哋已經封鎖咗下邊呢個入口㗎啦，但係就都係有個壩嘅，但係個壩就吹冧咗，所以個玻璃先會冧。海浪要越過海堤、行人路、花槽同埋車路先至去到酒店，造成破壞，可想而知當時嘅威力有幾大。打風水浸黑點杏花村呢一個景象再次發生。天文台話風暴潮曾經令本港水位普遍上升超過1.5米，維港水位曾經錄得海圖基準面3.4米或以上，有擋水板懷疑俾巨浪沖脫，海水不斷倒灌。近中午更加出現疑似水龍捲。港鐵杏花村站對出嘅迴旋處就嚴重水浸。夜晚屋企瞓覺嗰時係的確大風咯，幾犀利咯，啲窗都係嘭聲咁樣打入嚟。嗱，經過成晚風浪沖刷之後咧，杏花村遊樂場嘅花圃同埋草叢泥土咧都係沖晒出嚟行人路，成地咧都積晒泥土同埋碎石。杏花村對岸嘅將軍澳喺轉吹東南風後首當其衝，一個浪淹沒整段海濱長廊。更加衝開咗岸邊呢間餐廳嘅玻璃門，餐台、餐椅一衝即散。負責人估計損失500萬。Everything that we have inside is custom made, and that's 4 to 6 weeks to make it. We end up losing a lot of time as well. 餐廳負責人話：唔少嘅食物都要報銷，亦都打爛咗唔少嘅酒水。即使我哋喺餐廳外面，亦都聞到濃烈嘅酒精氣味。對開嘅將軍澳南公園，風暴下草地變泳池，周圍一片狼藉。康文署講設計嘅時間呢，都講係呢個係一個海綿寶寶嚟嘅，係要嚟吸水嘅。咁我而家眼見咧，佢真係做到佢嘅效果喺度嘅。可能個公園又會有機會延遲啦，咁佢又要種翻好啲樹啦，各樣嘢，咁先重新開放。至於西貢白沙灣華加莎最接近嘅時候，有遊艇半艘都浸喺水入面。去到下晝水位稍微退卻，遊艇先至重見天日。不過仍然有船艇被浸沒喺海入面。沙田城門河兩邊嘅行人路同隧道喺上晝潮漲嘅時候淹沒。南區石澳海灘嘅沙好多沖咗上附近嘅設施上面，亦都有魚被沖上沙灘。
無線電視記者葉子華報道。華加沙吹襲期間，多處風勢強勁。截至下晝嘅3點，90人喺風暴期間受傷送院，885人入住臨時庇護中心。政府一共收到4宗山泥傾瀉報告，以及近900宗嘅冧樹報告。華加沙嘅威力，歷經半世紀風雨嘅大樹都抵擋唔住。何文田愛民村中庭呢棵大約8層樓高嘅細葉榕連根拔起。九龍塘有獨立屋外牆被倒冧嘅大樹壓毀。同區嘅喇沙小學一幅磚牆亦都被強風摧毀，磚頭散落一地，有工程人員嚟視察。華加沙清晨最接近本港，旺角呢個十字路口，就算有大廈屏蔽，都足以見到超強颱風嘅威力。洗衣街亞皆老街交界一間店鋪嘅捲閘就懷疑抵受唔住強風倒冧，部分鐵片分散喺地面，有個別甚至吹到馬路。店入面一啲夾公仔機都被吹倒。紅磡海逸豪園對開嘅海面，清晨有6架船相撞，包括一艘躉船，船尾撞毀岸邊嘅圍欄，冇人受傷。對面海嘅中環恒生銀行總行大閘亦都被摧毀，面向干諾道中嘅一邊，玻璃碎片散落一地。無線電視記者翟元文報導。港鐵露天路段喺10號信號期間停駛，不過下晝改發8號信號之後，由於要清理冧樹等嘅雜物，未能夠即時恢復。天文台下晝1點20分改發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唔少打工仔已經出門趕返工，不過有市民嚟到九龍灣站先至知道觀塘線嘅露天路段亦都未恢復服務。仲有咩車搭啫？有咩車搭啫嘛？公司有冇限你幾耐之內翻返去啊？即刻？佢話總之落波咪搭地鐵咯，地鐵開咪開翻咯。一度有過百人喺站外面等候。未知，我未知，冇人出嚟講，冇人證，係咯。係好唔方便咯，冇人出嚟講過嘢。港鐵解釋要清理露天路段冧樹等雜物，陸續恢復荃灣線、觀塘線全線服務。觀塘線露天段喺改發8號信號之後，大約2小時恢復列車服務。而車站重開初期，站裏邊大部分店鋪都未有營業。屯門輕鐵景豐站喺10號信號期間，有一棵超過10米高嘅大樹倒冧，壓住部分電纜。多個人員到場處理。港鐵表示，東鐵線、輕鐵等較長露天段嘅鐵路線要較長時間清理。喺大圍站，乘客只能夠入閘搭屯馬線，唔能夠上東鐵線月台。冇預計到啊！喺石門搭嚟呢度，佢突然話未開，咁樣就唔開咯，就企度等啦。我喺石門都等緊2個鐘啦，佢1點20分一路到3點40分仍有車㗎。而喺荃灣西站，有港鐵職員向乘客派發糧食、食水同埋坐墊等嘅物資。無線電視記者黎在珊報導。澳門亦都一度發出10號風球。下晝嘅4點改發8號東南風球，最快今晚嘅9點改掛3號風球。而紅色風暴潮警告下，大範圍嚴重水浸，內港、媽閣等嘅低窪地區暫停供電。由駐澳門記者古永軒報道。天文大潮疊加華加沙帶嚟嘅風暴潮，日出之後，澳門水位持續上升。喺花皇塘斜巷附近，成條路到中午完全淹浸。水深近大髀，消防亦都出動橡皮艇巡邏。有附近嘅住戶話會轉去避險中心，睇下有冇地方避水避雨啦。暫時未知喎，唔知邊度有啲庇護所啊，咁啊可以避下咁啊。又有啲水，有啲食物咁啊。有賓館嘅員工同埋客人被困高層，需要由消防員分幾次救出。
頭先一開始嘅話，啲水湧入嚟咧，我哋做咗排水，做咗防水啊嘛。公司已經做咗防水㗎啦，但係啲水喺底下嗰度湧入嚟，我哋潑水潑唔切，我哋個 lift 上咗高層之後就停咗啦，我哋上唔去啦。有其他客人仲有員工喺上邊。水浸黑點內港，中午之前水位最高超過1.5米，不斷有水由地面坑渠湧出，唔少雜物喺水上漂浮。有附近嘅海味鋪商戶一早嚟到睇店面情況。嗰陣時9點2個字咁上下嚟到嗰度咯。哦，佢水喺佢嗰度喺度上，喺個河邊嗰度上嚟咧啲水啊，咁啊出嚟望下，怕唔怕浸到邊度啊？上一次牽甲啊，全部浸晒，失過100萬啊！上一次。澳門目前有19個水位監測站，當局話未來會研究喺其他經常水浸嘅區域增設站點。澳門氣象局預料，大範圍嚴重水浸會維持一段時間，高度介乎大約1.5至2.5米。而朝早風力達12級颶風，預料稍後會轉吹東南風。原本唔當風嘅位置可能會變到當風，呼籲市民留喺室內地方。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古永軒報導。轉睇其他消息，喺香港國際機場，今日全部航班仍然取消，唔少嘅旅客已經滯留多日。機管局預計受影響航班需要2日時間復常。受華加沙影響，香港機場全日停擺，航班顯示屏可以見到全部取消或延期。機管局話，星期2至星期3大概有1000幾架航班受到影響。航空公司咧計劃聽日朝早6點打後咧會開始逐步恢復正常，而機場呢3條跑道亦都全面繼續運作。由於風暴過後咧係需要時間復常嘅，我哋會繼續實施我哋嘅航班編配嘅安排，請旅客咧唔使一早急於嚟機場。咁我哋預計咧聽日嘅航班編排咧直至到會去到深夜，我哋會非常之繁忙，預計會處理超過1000班航班。咁呢個1000班航班亦都係回復到我哋平日嘅水平。有唔少滯留嘅旅客喺等候區休息，有旅客話已經逗留咗2晚。得禮拜1夜晚，Monday 個夜晚咁，我哋知啦。個聽日逼唔到咁，因為我哋唔揾酒店，我哋唔夠錢啊嘛，住酒店都要用好多錢，係咪？你話咧舒服咧就係啱嘅，咁點解咧？因為啲凳太過硬咯，就係咁樣落機場嘅空氣咧，咁啊暖度都唔錯嘅。為方便通宵留喺機場嘅旅客，機管局話未來會考慮喺禁區外增設淋浴間，俾旅客沖涼梳洗。無線電視記者李淑瑤報導。華加沙早前掠過台灣，帶嚟風雨，其中花蓮縣嘅堰塞湖溢漏，造成至少17人死亡，仍然有17人失蹤。死亡人數最多嘅花蓮縣佛祖街，呢度原本係農田，而家變成一片汪洋。下晝落完一場暴雨之後，水位再度上升。台灣 TVBS 報導，呢度有唔少獨居長者住喺度，部分人喺洪水來襲嘅時候嚟唔切逃生。媽媽被水淹沒了，走了，屍體還在家裡，被泥土都掩蓋了。我先生跟我兒子去救我媽媽，也差點也被淹沒。消防員繼續喺附近搜尋有冇人被困。華加沙日前掠過台灣嘅時候，為花蓮等地帶嚟暴雨，導致馬太安溪堰塞湖水位急升，洪水不斷湧向下游嘅光復鄉，導致市面嚴重水浸，水深超過1層樓咁高。呢間當時被洪水衝擊嘅超市喺水退之後滿地泥濘，貨架扭曲變形。有行動不便嘅民眾義肢似乎損毀，全身泥濘坐喺路邊等待救援，最後由救援人員孭住帶走。新北市、屏東縣、宜蘭縣等地都派出救援人員到花蓮協助救災。喺北京，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對不幸遇難嘅台灣民眾表示哀悼，並向遇難者家屬同傷者表達慰問，並希望受災民眾早日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導。